男厕所。兄弟，你继续啊 ！I'm sorry, very sorry。哇，宝贝儿，太爽了！娘娘，您这几天为什么总爱称呼我为宝贝儿啊？宝贝儿呢，就是对自己喜爱的人的昵称，证明你是我在这后宫中最贴心的人。娘娘，你这样说，奴婢好感动啊！你这么漂亮，我不喜欢你，喜欢谁啊？圣宁宫李公公求见。李公公，请。太子妃娘娘，太后在延春殿设宴，为太子接风洗尘呢。太后特地让奴才过来，请娘娘过去呢。为太子接风洗尘。齐胜回来了。这身衣服真好看。那当然，特别衬你的肤色。我挑了好久，太子肯定喜欢。哇！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乱花渐欲迷人眼了。不错。真是不错呀！可不是嘛，娘娘，他们呀，有的从3个月之前就开始减肥，还有的呢，天天吃木瓜炖猪脚，就指望太子爷在人群中多看他们一眼。黄兰元，胸太大，雷大大的大屁股，王祖贤的大长腿，盖好哟。这个也不错呀。好可爱哦！娘娘，齐胜怎么能把这种货色也留在身边？简直是重口味！娘娘，您这怎么了？以前没见您跟他们这么亲密啊！您忘了，上次您还命人责罚王昭旭20大板呢，他到现在都记恨您呢。啊，有这回事儿？哎呀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几十年后，还不是一起去跳广场舞？好久了，再等一会软妹子，好吧。太子驾到！啊，太子来了。好帅啊！太帅了，太子。齐胜他竟然对我张开双臂，他这是几个意思？难道啊？求拥抱？这么多人，不抱他，不给面子。抱一下。辛苦了，兄弟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娘娘，我穿的这么美，都还没更衣。太子。如此就等不及了。娘娘，太子，
怎么不早告诉我他要更衣啊？奴婢刚准备说您就抱上去了。谢谢谢谢。娘娘，跪着，跪着。来，喝酒。不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天气变暖，冰山脸遇到和煦的春风开始融化了。不过是在皇祖母面前演戏罢了，何必如此认真呢？圣儿，看来这次江北的反省还是不错的。看到你和鹏鹏相处融洽，我就放心了。家事安稳，才能治理好天下，这个道理你懂吧？皇祖母教训的极是。来。赵王，你这顶绿帽子，无论从款式还是花色，都做得极为精细。这是宫里哪位能工巧匠做的呀？回太后的话，此顶绿帽子是选用西域的上等绢绸，特意请江南的裁缝做的。不错，回头让这位裁缝给你三弟也做一顶。好的。将来赵王那绿帽子找人做好了，你可千万别戴。何出此言？所谓人间不拆，具体原因你也不要管那么多了。总之，那绿帽子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为何总是胡言乱语？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哀家要回去护理皮肤了。恭送太后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这对狗男女在做什么呢？你们就是这样欺负赵王的吗？哎呀，别人媳妇的事儿，我是再也不想管了。齐胜，我更是管不着了。九王驾到！九帅呀！九王，太帅了！九刚才进来那人谁啊？救您性命的九王啊！
私底下和齐胜关系如何？见面就掐。我上次出宫不小心撞见九王了。三哥，从江北回圣都路途辛苦，我敬你一杯，当做是给你接风了。三嫂，三嫂素来性情豪爽，酒量更是不在话下，可否给本王一个面子，和本王干上一杯？啊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？放下！就一杯酒，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来人，给我和九王拿酒碗来，再来5坛酒。是。九弟，你三嫂虽是性情中人，可毕竟还是女流之辈，厅堂之内与男人对饮，毕竟有伤大雅。不如我替你三嫂干了吧。九弟，你也干了吧。太子的妃子！你是太子的妃子！太子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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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贵圈太乱了，我撤了。太子赢！太子赢！你先在这候着，里边有鬼。你到底什么鬼？这的确不是男厕，看来这次是我走错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针对这2次厕所惊魂事件，就当我们达成了友好合作共识，以后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也算报了你的救命之恩了。三嫂尽管放心，不过，本王实在是不解，上次为何会在青楼那种地方遇见你呀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有些公事啊，迫不得已才在那种地方商榷的，并非你所想的那样。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那日杨言也在啊，不信你可以问他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又不关心那个。再说了，男人嘛，去那种地方很正常，我懂的。啊？丽丽，丽丽，大半夜的约我来这儿，宝贝儿，这大风天的，是要跟我那个呀？你丫谁呀？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美女啊？嘘！哎！僵尸！哎呀，这晚上穿一身白，明晃晃的一坨，太吓人，跟小倩一样。哎，那男谁啊？你仔细看清楚啊，
原来绿篱把我约出来不是要跟我约会，是让我过来捉奸。西吧！那日延春殿中，你对姐姐的态度和从前很不相同。你是否对她生了情意？我对她，我和张鹏鹏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只是皇祖母在场，我要对她稍作体贴些。那为她挡酒又是为何？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我只是想借机让九王下不了台。你曾经说过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可曾记得？当然。别忘了与我兑现此言。哇，我好冷。我也觉得有些冷。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你不是冷？哎呀，人家姑娘说冷，你就该把外套脱下来给人家披上呀。哎，啊，有桂花糕，要吗？哎，不要，自己吃吧。哎呦我去！太子殿下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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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手。你先回去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是来这里看月亮，你信吗？回去，禁足。哎！凭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看星星、看月亮，我就要禁足啊？娘娘，我的衣服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别走啊！娘娘，娘娘，我的清白，我的名誉啊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饿死了，饿死了！来个牛肉汉堡，烤2个大腰子，饿死我了，饿死我了！你到底谁家熊孩子？上次你可把我害惨了。见过娘娘，在下就是当朝大将军杨玉之子杨延，此次奉九王之命，特地来拜访娘娘。浮夸，浮夸是谁啊？对了，娘娘吃鸡。这得几年没吃肉啊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哼哼，此乃本公子的独门绝学之飞檐走壁。嗨，嗨，哎呀！得知姐姐落难，特地给姐姐雪中送炭。叫谁姐姐呢？啊，叫谁姐姐呢？叫谁姐姐呢？叫谁姐姐呢？啊，我们才见过2面，在彼此不熟悉的情况下叫姐姐有点不合适吧？姐姐，咱们见过3次了。那次在春家花月夜，我与你有1面之缘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你不认得我罢了。那日果真你也在啊，可见你与那九王的夜生活是有滋有味啊。姐姐误会了，我们是为了公事才去那儿的。我和九王都是洁身自好之人。哎，不用遮遮掩掩的，
我还会在乎这个吗？嗯，下次去的时候记得叫上我。姐姐真的误会了。自从上次在春家花夜夜见到姐姐，别说九王总把您挂在嘴边了，连我也时常记起您那飘逸的秀发。还请姐姐别误会，您在我心中就是那冰清玉洁的观世音，万花丛中的花仙子，从天而降的七仙女。玉里，来一盘桂花糕。娘娘，您不是说饿死也不吃桂花糕吗？又不是给我吃的。让你男女不分，我就不信我堵不上你的嘴。来吧，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？管够。谢谢姐姐。嘿嘿，别客气，再来一个。好吃吗？再来一块。哎，这块也不错嘛，很漂亮啊。哎，好嘞。张嘴张嘴。哎，好。好吃吗？还要啊？来。娘娘，他会不会噎死啊？水，给我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吃桂花糕了，我再也不上树了，我再也不赶幽灵滑蛇了。山下先行告辞了啊，走了啊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我走了啊，走了。娘娘，刚才要不是奴婢拦着您，你可真有可能创造历史上又一大酷刑呢。如何？我再也不吃桂花糕了。它和齐胜的关系，是没有机会探出来。不过我差点死在那儿。如此，本王便不再派你去探太子妃了。别，九哥，我是闹着玩的。我就喜欢太子妃那样的性格，多有活力呀！我觉得她像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，一点也不像别人口中所说的不受宠的怨妇啊。这样说来，太子妃是找回了一些儿时的影子。哎呀，肚子疼。哎呀，出来了，脑力一少。我说宝贝儿，我这刚来感觉，怎么又堆起眼儿了？娘娘，奴婢没玩过这个1、2、3木头人，要不然我们重新玩吧。算了，不玩了，无聊。那要不我陪您下棋？你说你们这是古代，又不是原始社会，怎么能一点娱乐项目都没有呢？那我给您唱小曲儿。宝贝儿，把手给我。太子殿下，
说。太子妃娘娘宫殿那边聚了许多人，娘娘正正什么？奴才也不知道娘娘正在做什么，您要不要也去看看？年底女儿节，我会陪你一起回尚书府。那不是回我家？是。到时候你全家上下都会出来迎接我们。我能不回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是齐家的人了，所以现在我一点都不想回娘家，我也没有回去的必要。你如此抵触归宁，可是因为害怕什么东西？怕？我怕什么？你可知道此人是谁？这是你母亲范氏。啊，绿梨，哎呀，绿梨，快！哎呀，娘娘，我的头又开始疼了。太子殿下，自从娘娘上次无辜落水之后，就犯下了头疼的毛病。别装了，哥这种神演技，竟然都骗不过他。给你3天时间，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。啊，行了。我到底该怎么向齐胜交代呢？到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太子殿下。说。我说，我是西王母的第7个女儿，也就是七仙女。那天我和姐妹们下凡，忽然我看到一个英俊的书生。斩！这个故事不行，得换一个。如实招来。太子殿下，你可曾记得那一年你南山狩猎，救过一只可爱的小白兔？那只小白兔化作了人形，来到了人间。他发誓，他一定要向他的救命恩人报恩。斩！斩！斩！不要！萨瓦迪卡，太子殿下，这是我特地托朋友从马来给您运供过来的水果，叫榴莲。榴莲是水果之王，绝对配得上您的95之尊。这个水果虽然闻起来臭臭的，但吃起来特别像臭豆腐，越吃越香。废话少说，说你该说的。话说，在公元2015年。也就是从现在算起，过了很久以后的某一年，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张鹏。
此人参加了一个轰趴晚宴，这个晚宴里有一个大池子，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扑通掉进了水里。你说，她是救了，还是没救？那必然是救了。猜的没错，她的确是跳下水去救人了。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太子殿下，你可猜得到？被救上来的女人，视此人为救命恩人，重金感谢了此人。非也。那是怎样？此人被那落水的女人一脚踢晕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就到了这里，他的名字里就多了一个字，由以前的张鹏变成了张鹏鹏。你这是在胡编笑话，来寻我开心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倒要问你，你说的故事里，这个落水的，那个落水的，可是在影射那日在太液池里，我没有先救你。我可没有含沙射影的意思啊！您和那姜氏是什么关系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您是太子嘛，将来注定要3宫6院的。别扯远了。你这么说，就是不信我说的喽？不是不信，但也不可全信。只是对你所说的事情，我不能理解罢了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在你说的那个地方，可曾婚嫁？哎，这个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嫁过人。如果我嫁过任何一个男人，我天打雷劈！太子殿下，我给你的解释，你可还满意？容我再想想。今日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，那我先下去了，你好好想着。记得吃榴莲哦，很好吃的哟。太子，刚才姐姐所言，您可听明白了？有一些明白，却又不全明白。妾身以为，姐姐许是中了邪，不如太子殿下找个法师来宫中驱邪，兴许姐姐就能好了呢。记得，在《世说奇谈》上曾载有一事：南杭乔氏曾有一女，一夜而变，不识亲友，不认爹娘，言行举止更是不同以往。有术士称，此女人身未变，心却换了。娘娘，娘娘您去哪儿了呀？鬼门关。啊！唉，真想不到，在你们这儿活着，脑袋时时刻刻都被拴在脖子上。这次算是糊弄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以后自己的命还在不在自己手上。此事臣妾也有所耳闻，世人皆传此女有克夫之名，当时唯有晋国公不信鬼神，迎娶此女为妻。但是不久，晋国公突然暴毙身亡了。妾身虽然希望姐姐能好起来，但是更担心殿下的安危啊。娘娘，您先别睡呀。这个呀是奴婢精心为您挑选的衣服，今天晚上。这小丫头片子又想勾引我，看来今天晚上我得给她个机会。你让我换，那我就换啊，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。
宝贝儿，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，娘娘，您在这耐心等着，人呀一会儿就到。人？什么人啊？娘娘，奴婢只能帮您到这儿啦。哎，绿篱，绿篱，小丫头片子。 你怎么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我怎么知道你会来啊？难道绿篱没有告诉你吗？我早就派人通知了你宫里，说我今晚要单独来见你。这个死丫头片子，害死我了！没错，他是和我说过，只不过……怎么？ 你竟如此心急，看来你不仅忘了父母是何许人，把女德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吧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要不是我想跟绿篱……算了算了，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。总之一句话，我对你没兴趣。不可理喻。 速速把这身衣服给换了！太好了。年底就是归宁之日，你要在归宁之前熟背此书。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不认识我呀。你母是一族范氏，可是书香门第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是不记得了。你到底读没读过书？罢了罢了，我念你听着，记下便是。可还记得此人是谁？这位大妈看上去已经到了更年期，但是眉眼间似乎看出是个半老徐娘，风韵犹存嘛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这是昨天问过你的母亲大人范氏。Oh, sorry, I'm so sorry. 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有脸盲症。哎，齐老师，在你正式给我上课之前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说。 是不是今晚不能让人睡觉了？你以为呢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父亲。这是你表哥。表哥？这简直就是老腊肉嘛！老腊肉？啊！你又胡言乱语些什么？ 你是太子妃，注意仪态，不要贼眉鼠眼的。老大，你待会儿罩着我点儿。现在知道求我了。关键是我那个小本本我都没怎么记下来，万一露了馅儿，我死得惨惨的。知道就好，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。好。恭迎太子殿下，恭迎娘娘。
思没在这儿？江氏那小蹄子虽然是个王妃，但是在咱们家里依旧是个破落亲戚。您是咱们家的嫡生大娘娘，身份岂是她表了几表的表人可比的？夫人好。母亲，娘娘，进屋说话。好。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也回了张府。虽然短短数日不能与殿下相见，可是对臣妾来说，就是恍若隔世啊。我来见你，也是为了告诉你，在张府这2日，万万要谨慎，除非有要紧之事，不然就别再与我相见了。太子，这一整日您都对姐姐百般照顾，你们2人几乎形影不离。太子殿下，您是否真的被他迷了心窍？我不信，也不喜欢鬼神之说。许是我多心了，但是殿下对姐姐那般照顾，实在令臣妾难以释怀。你我自相识那日起，你便该知道，张鹏鹏永远是我们无法逾越的羁绊。臣妾知道。太子殿下，我只想问你，还记得您对臣妾许下的诺言吗？记得。还请太子殿下尽快兑现承诺。此事是最急不得的，越急越会滋乱阵脚。映月，你万不可生焦躁之心，更不可行出格之事。映月知道。映月，今儿叫你来这儿，不光是祭拜祖宗亡灵，我也有话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儿问问你。你父母过世的早，你从小就在我们张府长大。你说，全府上下的人有没有把你当做一个小姐一样看待？映月自知，姨母和张家待映月恩重如山。好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姨母，那我就不能对不起你早逝的母亲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自寻死路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快，母亲大人，娘娘来的正好，帮我说的话做个见证，省得以后啊别人以为我的心偏了倚了。这么对待一个小姑娘，太不人道了。不行。我不能袖手旁观啊！我是一纯爷们儿。母亲大人，江妹妹不管犯了什么错，也不能这样责罚她呀。我这责罚算轻的了。映月，那日在太液池娘娘落水一事，你是要负全责的。我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她既为你的姐姐，你就应该时刻敬重和保全她才是。那日我也没怎么着。再说我自己也不是很在意，母亲，您就不要这样虐待江妹妹了。哎呦，江妹妹！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吉祥！岳母大人，江氏乃赵王的妃子，您这般责罚，恐有不妥吧？太子殿下自己也说了，这映月是赵王的王妃，您插手来管此事，恐怕也有些不太妥吧？我自幼便与映月相识，一直把她当作妹妹看待，恐怕这不能算是插手吧。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，以兄妹相称自然是好事，可毕竟男女授受不亲，况且殿下和映月又都各自婚娶。
我是怕这越是亲近的兄妹之情，越会让殿下您遭受非议啊。好在哥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，这次就让我替你英雄救美吧。母亲大人，归宁呢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。你说这江妹妹在这跪着，一直让祖先看着也不太好，祖先们都累了。母亲，这倒是。那就看在娘娘的份上，让列祖列宗歇歇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该用午膳了，都散了吧。都散了，都散了，都散了吧啊！太子殿下，咱们也好些日子未见了，那就请移步正厅，陪我这个老人家叙叙家常吧。宝贝儿，你说母亲大人把太子留下来是因为什么事儿？刚才人多嘴杂，现在前后都没人了，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呗。说清楚点。娘娘，我听人说，20年前张家太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，那时候张家的叔伯兄弟们都还没有分家，咱们夫人呀，作为长子媳妇，主管家里的一切大小事务。有一个叔伯纳了一个上门女婿，谁知道这个女婿却背地里和侍女私通，被咱们夫人发现了，就按家规处死了。死了？可不是嘛。好歹现在我也是个衣食无忧、吃皇粮的人，齐胜要是死在张家，那我岂不是要给他殉葬？宝贝儿，饭我先不吃了啊！娘娘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！齐胜你可不能死啊！我可不想给你殉葬了！不要！王胖，不要！胖胖，你做什么？母亲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张胖胖，你又搞什么名堂？不用急着谢我。太子殿下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我刚才跟您说的话，请您放在心上。您放心，您说的事，我会尽快办成。鹏儿，你做什么呀？您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杀了他，不就是害人害己吗？你说的，娘听不懂。您不是要毒死齐胜吗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这要是人听见了，可要杀头的。谁告诉你的？也不是绿丽说的，就是有人曾经听说您私自做主杀了一个张家的上门女婿，我以为您又有……哎呀，又是此事啊！那人是自己在饭馆里吃了猪肚，恰巧那天府里有人送来了白茄烧莲子，我派人给他送了过去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两样食物相克，吃了就暴毙身亡了。既然您亲自辟谣了，那我信你。太子之所以不敢胡作妄为，就是因为对咱们张家的势力有所忌惮。我只想安心过日子，锦衣玉食的。齐胜啊，他最好别来烦我，也别来搞我，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。啊，他爱喜欢谁喜欢谁，我不在乎，我也管不着。傻孩子，你进宫之前娘就告诫过你，在宫里，就算你不去犯别人，别人一定会来犯你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保命的筹码。保命的筹码，就是皇嗣啊！哎，老子只想在这儿混吃混喝，难道还要让我跟他共度春宵？哎，不行，我怎么能把自己的青春也搭上了？
我和齐胜，啊西吧，还是坐起来吧。太子，今天早晨在祠堂，还多谢你出面解围。那不算什么。太子殿下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坐下，陪我说会儿话。真的只想说说话？今日你莽莽撞撞地闯入屋中，可是担心我有什么不测？你果真是和从前大不相同。今日之事，你倒比从前通情达理、善解人意了许多。如今，你是越来越吸引我的注意了。我与你成亲也有些年头了，你确实也受了不少苦，我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愧疚，也想找个机会弥补。你千万别弥补。爸，宝贝儿，我多想放肆的哭一场。别说让我给齐胜生孩子，就是他碰我一下，我也有心理阴影啊。娘娘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您别这样委屈自己。生，宝贝儿，我多希望把齐胜换成你啊！你说你哭哭啼啼的，多惹人怜啊！啊，过来，陪我喝酒。娘娘，您别这样为难自己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娘娘，我在呢。宝贝儿，你没走啊？你在就好。有你真好，陪我喝酒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穿越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。最苦逼的是，我被人要挟生孩子。我只想过有酒喝，有肉吃，有妞泡的日子，老天爷偏不让啊！娘娘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宝贝儿，还是你最懂我的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那春茶，我就是那刚烧开的水，我他妈想泡你啊！哼！娘娘。
点肥了啊。娘娘，你醒啦？奴婢都没忍心叫你。宝贝儿，什么时候醒的呀？奴婢早就起来了，这不今儿要回宫了吗？奴婢看看再落下了什么没有。哎呀，昨天晚上那么累，还起这么早，辛苦你了。再辛苦也没有娘娘您辛苦呀。娘娘昨天晚上一定比奴婢还累。回去之后是不是就不能再继续了？娘娘，只要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回了宫还不得照样啊？昨天晚上你和江妹妹，不是我说，你跟这赵王真不愧是亲兄弟，都被姜氏迷的是神魂颠倒的。哎，就你这条件，日日挺银枪，夜夜做新郎都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啊，你是千万不能宠。你宠她一日，她对你撒娇；你宠她2日，她对你撒泼呀。哎，你若是连续宠她3日，行，哼，上房揭瓦的胆儿都有了。你对我句句不离姜氏，到底是何意？我这不是和你分享我的恋爱心经跟心得吗？哎，我不是跟你说呀，我这些知识如果出本书，不知道得受多少年轻人追捧为恋爱圣经。为何一夜之间，你又变得如此不可理喻？要我说呀，你就算喜欢这个江妹妹，也无妨，咱哄一哄，骗一骗就行了。这女人啊，再漂亮，也经不起岁月的这把杀猪刀。你给我下去！我说错什么了？下去！停车！什么嘛！啊！这娘娘，你怎么下来了呀？被人赶下来了呗。七圣这个人情绪太不稳定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什么了，发那么大的脾气。啊，娘娘，您昨天还跟太子殿下那么恩爱，怎么今儿又不好了呀？你再说一遍，我跟太子怎么了？恩爱呀。我跟他怎么恩爱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？昨天晚上，你不是一直跟我在一起吗？昨天您喝醉之前，确实是一直和奴婢在一起呢。可是后来呀，您喝醉了，就吵着嚷着非要上床，然后太子殿下也来啦。说出来呀，会被人觉得轻浮的。绿绿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今天早上对我羞羞答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娘娘，男女之事放到台面上说，总归是难为情的嘛。绿梨呀绿梨，你这是要把我掰弯了你！娘娘，您这都已经吐了2天了，咱们还是叫太医来看看吧。不用看了，那一夜，齐生已经给我幼小的心、肝、脾、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，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，就是剧毒。娘娘，太子殿下只不过是把您赶下了马车，怎么就成了剧毒了呢？我现在只要一想到那晚的事儿，我就忍不住想吐。你说，这不是剧毒，这是什么？
我现在是一条小命和人身自由，全部捏在齐胜手里，时不时的还要被他拿去威胁几次，隔三差五的还要赔个税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对我深深的侮辱，无情的践踏？哎呀！娘娘，娘娘，皇上要在皇宫里举行蹴鞠大赛，时间定在3天以后，要求皇宫上下所有的王爷及其女眷一同参加。蹴鞠？那不就踢球吗？是啊。你们这儿男女一块儿踢啊？是啊。我跟一帮老娘们踢什么劲儿啊？推了。哎，你就跟送请柬的人说一声，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不踢了啊。可是娘娘，请柬上说了，各宫女眷无论身份高低，均不得以身体欠安为借口缺席比赛。娘娘，您去哪儿啊？请假。不准！哎，干嘛去啊？哎，喂！哎，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哎，你以为你是韩剧男主角是不是？一副冰山脸，拉着女主角说走就走，屁话都不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你学长腿欧巴那一套就能把我迷住。我告诉你，老子最烦那一套。闭嘴！这是我最珍爱的一个球，先祖曾经踢过，你就用它来练习吧。哼，你要教我踢球？有何不妥？我知道你球艺不精。好，说吧，咱们怎么踢？你要干嘛？整日里净想一些污秽之事，穿着裙子如何踢球？我也觉得这个东西挺麻烦的。来吧，咱们踢吧。你就把我当成球门，射。今天的成果还是不错的，你总算踢到了球。像我这种天资愚笨的人，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所以，对你这种天资愚笨的人来讲，更需要加大力度训练。哎呀妈呀！不行了！哎！齐胜，你大爷的！你要干什么？齐胜，这是要闹哪一出啊？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娘娘，不想活了！啊！慢着，人家还有事情要问你呢。人家都这副德行了，人家能请病假吗？明天接着练。这日子太难受了！娘娘，你怎么了呀？蹴鞠大赛现在开始。天多么蓝，地多么绿，激动的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，又迎来了1年1度的皇宫蹴鞠大赛。现在我们有请白队和绿队正式登场。
白队的领队是我们的赵王。哦。我们绿队的领队是我们的杨岩。我们白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黄飞。我们绿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李飞。我们白队的后卫是我们的赵王飞。我们绿队的后卫是我们的九王。我们白队的前锋是太子殿下。我们绿队的前锋是我们的太子妃娘娘。现在我们的蹴鞠大赛正式开始。裁判还没出去呢！别踢了，我不停手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裁判被袭击了！混乱中，白队的赵王抢到了球，赵王把球传给了太子齐胜，不想半路杀出了太子妃娘娘，二人在球场上纠缠着，场上硝烟弥漫，杀气四起。这是教坏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太子妃娘娘居然抢下了太子的球，球被太子妃娘娘狠狠地射了出去，球居然进了！此时的场上弥漫着胜利的喜悦，太子妃按耐不住进球的喜悦，在场上振臂欢呼。娘娘，你怎么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了？啊，娘娘，娘娘！太子妃竟然将球踢进了自家球门，实在是太悲哀了。场上一片哗然，比分变成了0-1。赵王用头将球传给了太子，太子娴熟的在场上运球，球进了。太子妃娘娘把赵王妃衣服拔掉了，我的天哪！将士的清白呀！不是我。姐姐，你为何把我衣服？他自己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帮你穿上吧啊。还是我来吧。别担心，没事。姐姐，妹妹不过是抢了球，你竟让妹妹这样出丑。是衣服自己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给我闭嘴！他有脚，自己会走。娘娘，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清者自清。九王，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，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你站出来，恐怕我更下不来台。二哥，你的手臂受过伤，还是我来吧。齐胜啊，齐胜，你还可以更蠢一点吗？三哥一向行事谨慎，顾全大局，这回
这是连我也看不懂了。说的是，他这么做是跟谁过不去啊？这个赵王妃也真是的，怎么那么多人，就她的衣服掉了？没想到他对自家妹妹也肯下此毒手。对呀，在这宫里谁还会顾及姐妹不姐妹的？我证明，绝对不是我们家娘娘干的。可这事儿大家都看在眼里呢。当时赵王妃旁边可只有太子妃娘娘在呀，跟我有毛关系？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不喜欢被人冤枉。干什么？皇祖母，今日赵王妃衣不附体，当众出丑，定是她有意为之。住口！口说无凭，信口雌黄。皇祖，不要再说了。赵王妃的事还有赵王呢，你就少操点心吧。哎呀，我这刚睡着，宝贝儿，别打扰我啊。你睁开眼，看看我是谁。深更半夜的，你来我这儿干嘛？哎，干什么你？把话说清楚啊！你要干嘛？今日我来是想告诉你，那日姜氏的事情我已查明。那日姜氏更衣时，是姜氏支走了所有的丫鬟，所以衣服是不是提前有人做过手脚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你现在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了？此事过后不久，我便猜到其中可能有蹊跷，只怪我一时太过鲁莽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比窦娥还冤？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干的。此事是委屈你了，不过我希望到此为止。你有一颗想保护小三儿的心，我理解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姜氏虽然外表温柔娴静，实则心思阴鸷细。你既然知道姜氏的为人啊，无非就是个绿茶婊嘛。你说你喜欢他什么呀？绿茶。绿茶就是指那些清新脱俗、长发飘飘，在人前装的纯天然、无公害、岁月静好的样子，实际上呢，却是多愁善感、多病多灾、善于心计的女人。我自幼便与她亲近些，她性情温婉体贴，与我十分相投。唉，想当年，围在哥身边的绿茶婊也是数不胜数啊。也难怪了，我在那样的女人身上也跌倒过无数回了。又开始胡言乱语了。你好生休息，伤好之前不要乱跑。您慢走。哼，这副皮囊给我算是白瞎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要淹死了！我会游泳啊！救命啊！
干嘛呀？还让不让人好好洗个澡了？我先走了。走什么呀？找我什么事儿？行了，把脸转过来，哥不怕你看。九哥让我给你的，说是齐胜的药不管用，这药用了马上能出淤青。你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睁开眼睛跟我说话。我要说什么我都给忘了。我问你，你们是怎么知道齐胜给我上药的？昨天晚上齐胜到你宫中，不久之后，传来你的一声尖叫，我在房顶上都听到了。你也没必要藏着掖着，家暴可以忍一时，但不可以忍一世啊！谁说我被家暴了？谁说我被家暴了啊？这是3天不打，你是上房揭瓦呀你？啊？那叫声不多不少，不深不浅，恰好就是那种。明明极其痛苦，却忍住不敢叫出声，最后忍无可忍才叫出了那种声音。你说，不是因为你陷害姜氏，被太子责罚了，还能是什么呀？哼，我只想说你脑洞太大了吧你！昨天齐胜来给我上药的时候，我没忍住疼，啊了一声。难道是我这顺风耳不灵敏了？我一直以为齐胜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小白的一个，没想到啊。你才是白痴中的战斗机呀！今日来还有一事，上次你被姜氏诬陷，太子又当众给了你一耳刮子，九哥怕你伤心，想请你吃顿饭。哎，你去不去呀？哎，不去了。你跟九王说那事儿，我压根没放在心上，饭就不吃了。别呀，九哥要给你个惊喜呢，你不去，他岂不是白忙活一场了？惊喜？什么惊喜啊？特浪漫，带你看海。慢着，差点把惊喜给说出来了。哎，你已经说出来了。九王有你这样猪一样的队友，也真是醉了。那你到底去不去啊？我一个大男人跟2个男人去看海，逗我玩呢？不去不去不去，太医说了，我要好好休息。切，你不去，我一人去正好。哎，我，哎，又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！哦，这是饭店没错，我回到2015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得回家，我得回家呀！杨爷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是哪儿啊？九王约你见面的地方啊。姐姐，你不会吃错药了吧？原本杨言告诉我你是不会来的，怎么，突然改变心意了？我是想不来呢，你问他呀。给我不来的选项了吗？我给的选择明明是：1，你自己来
2，我背你来。你既然否定了1，我就默认选择2喽。太子殿下，娘娘她……你不必惊慌，我在这里等他就好。这家餐馆是我一个游历过欧罗巴的朋友开的，做的都是地道的欧罗巴菜，想必你是没吃过吧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我没吃过。什么菲力牛排、西冷牛排，敢问哪个我没吃过 ？Cheers！ 啊！哇，原来是灯海啊！此处应该有音乐。男女主角应该紧紧地抱在一起，街舞。这里啊，确实挺浪漫的啊。这眼神，我如果稍作迷离一下，怕是九王就要亲上我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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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擦亮眼睛。我的心和过去一样，尤其对你，从未变过。齐胜啊齐胜，让你天天惦记别人媳妇儿，怎么样？现在自己的媳妇儿被别人惦记了吧？九王，你还是别看我了，咱们看灯吧。啊，鹏鹏，你确实变了，一点也不像儿时的你。还记得吗？小的时候，不管是玩游戏，还是和别的小皇子打架，还是私塾先生抽查背书，你总是偷偷暗地里帮我，只是因为我总把奶奶给我的麦芽糖偷偷塞给你。记得记得，我从小就爱吃糖嘛。因为成祖更喜欢三哥，便授意父皇立三哥为太子。有朝一日登上皇位，成祖又那么喜欢你，又刻意为你和三哥制造机会，后来果真随了成祖的心愿，我和你越走越远了。可是我觉得齐胜对我没什么情谊啊。三哥从小就得到太多，不懂得取舍，也不懂得珍惜。鹏鹏，你从小就向着我。你的心意应该和以前一样，没有变吧？齐胜啊，虽然对我冷漠刻薄了些，但我毕竟是太子妃嘛。我如果向着你，这是我冒失了。不管你怎么想，我的心意是不会变的。哎呀，热死我了！宝贝儿，给我倒杯水去。人呢？宝贝儿。回来了。看齐胜的神情，嘴角微微向左侧倾斜，不时地抿着嘴，眼睛微闭，神情淡定自如，甚至带有一丝的微笑。看来他并不知道我去了哪里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。你脸上的伤尚未痊愈，还是多注意休息为好。多谢太子殿下关心，我一定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。只是天色已晚了，不知太子殿下来我这里有何贵干啊？你是我的太子妃，我来你这儿一定要有事吗？啊，
没有没有没有，只要您开心，一切随你。既然如此，你给我放松一下吧。陪父皇看了一天的奏折，身子乏透了。原来是想做马杀鸡呀！哼，好说好说。怎么了？大保健不做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有话问你。不知鹏鹏现在喜欢什么样的男子？啊？什么？你是喜欢温润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的？齐胜啊，齐胜，老子什么男人也不喜欢，老子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个美男子。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并不重要，爱是可以跨越性别的，重要的是那个人是谁。那鹏鹏觉得，我和老九，谁更讨女人欢心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些都不重要。天注定，而且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今夜就当作是你我之间的闲聊，不必把我当作是太子。你也暂且把太子妃的身份放在一边。真的？真的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只当作是玩笑之谈。我只是想知道，除去太子的身份，我在你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你若这么说，我就给你分析分析。像你这种成熟沉稳、冷峻腹黑的人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太容易相处。你看，你整天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，在你面前连玩笑都开不得，更别提什么情感交流了。哎，就算想和你打情骂俏，也要先练练，对着你这张面瘫脸，能不能忍住不笑？你接着说。哎呀，不过我觉得像那种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男人，通常就很有亲和力。和他们在一起久了，你也不会觉得有压力，自然而然也就多说几句话，多开几个玩笑，久而久之呢，关系就近了。所以，当然是这样的男人才值得女人喜欢喽。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哎，这种事儿哪有对错之分啊？啊！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些休息吧。强公公求见。进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要替皇上去江北大营巡查，命您陪同前往呢。让我去？是啊，太子殿下吩咐说，到时候他会随护卫队先行一步，娘娘则有专人护送。哎，强公公，我能不去吗？娘娘能陪太子殿下出访，那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呢。娘娘还是赶紧收拾收拾，奴才就先回去了。好端端的，去什么江北大营啊？
快就到了。太子人呢？娘娘，这儿并非是江北大营，而是通往江北一个最重要的货物中转站。军中粮草、物资等等都是从这儿中转的。哦。哟，什么大事能拉我女神姐姐来这儿啊？随军家属，身不由己。看惯了军中的装束，你这身儿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！肯定能流行起来。流行什么呀？这种制服诱惑早都该过时了。我呀，这是掩人耳目。娘娘，我们还是快点赶路吧。看见没有，我可没有闲工夫在这跟你瞎聊。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别走啊！这！哎，别走啊！这！回头带的桂花糕跟你慢慢聊。这！哎，我问你，去江北营中走哪条路啊？这条最近。那个方向能到江北营吗？那个方向刚好与江北大营相反，是去往青浦的方向。坏了，我觉得这个李侍卫不对劲儿。那个方向能通往青浦吗？这条路不好走，但是条捷径。快，速速通知九王，让他往青浦方向去。是。哎，李侍卫啊，我们是不是走错方向了？按说这江北大营早就该到了呀。没错，娘娘，这就是通往江北大营的方向，是娘娘记错了吧？啊，确实是我记错了，这野外的方向我哪有你熟悉啊？哎，该不会是什么谋杀案让我撞上了吧？我和他没什么冤，没什么仇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不行，这下麻烦了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上厕所啊，我上厕所。娘娘，对不住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姐姐，我来救你了！杨言。姐姐，快跑！撤！怎么办？撤！快跑啊！可不好，杨言，该不会是他一个人追杀不成，又搬来了千军万马的追兵吧？撤！姐姐不用跑了。看来九王真的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！什么猴子啊？是我，我早通知九哥了，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接应咱们的。你受苦了。哎，杨言，姐姐，你醒了？你九哥他人呢？正审问的刺客呢。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心甘情愿地做一名家丁，不辞辛苦地清洗夜壶、打扫茅厕，现在却来行刺太子妃。你既说无人指使，我倒要看看
你是何居心？我无话可说，但求九王赐死。死我也会让你死个明白。你以为我现在才注意到你吗？你到我府上的第3天，我便派人查清楚了你的底细。你是谁派来的，我早就一清二楚。只是我不知道你和你背后的主子到底在谋划什么。既然你早就知道是谁，又何必过了那么久也不杀了我？现在却来审问我。本王还有一事不明白。你在我府中潜伏了数月，一直没有动静，却在江北现了形。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何要对太子妃下手？今日事成，我定不会亏待各位兄弟。兄弟们都已经到齐了，现在就等候你一声令下了。今日把他们一举拿下，通通拿下，全部拿下。忍了这么久，本王就靠今日翻身了。我看今日过后，谁还敢在我的头上拉屎？你可知道这刺客是谁派来的？这一路上也有想过，只是不敢相信吧。那刺客我已经审完了。是齐胜吗？他竟对我下如此狠手。开始我也想不通他为何会对你下如此狠手，但是在审问了刺客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太子妃深更半夜被我的家丁带走，遇刺，罪责就全部都怪到了我的身上。齐胜真的是好计谋啊！他为了除掉你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太子妃吗？对于一个即将要登上皇位的人，一切不过是浮云流水般，不足为提。九王，我知道，你也是想得到皇位的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也会这样做吗？鹏鹏，我定是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绝义的事。我与齐胜的不同也恰恰如此，我的心是向着你的。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？记得。那你此时觉得平安康泰、衣食无忧的诺言，足以让你相信了吗？此时此刻我受了如此大的刺激，还不能急着答复你。好，我不会急于要你的答案。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齐胜会对我下如此狠手，还这么着急？九哥，不好了，齐胜人马朝咱们这儿来了。该来的到底还是来了，快去帐外迎接。嗯。大胆九王，居然差遣下人行刺太子妃！太子殿下，娘娘深夜流落在外，臣弟怕娘娘清誉受损，便容留娘娘在臣弟帐中休息。我的遇刺与九王毫无关系，反而是九王的人救了我。那行刺之人已经拿去审问了，原来幕后指使另有其人。可知是何人所为？还不就是刺客是我一个人审的，还没有说出幕后指使是谁，便挥刀自宫而亡了。自宫？他自宫前都说了什么？并未说出有用的消息。
娘娘快跑！快跑！保护娘娘！太子殿下危险！这是几个刺客，又能奈我何？让开！卑职奉了皇上的旨意，要保护太子殿下的安全，恕卑职不能从命。保护好太子殿下！ 这是哪门哪派的武功？不知道，看起来挺厉害的。管他哪门哪派，上！你。 快走！太子殿下，我等已将刺客击溃，卑职这就去四处看一下，是否有同伙。你们这群废物！ 怎么办？顺水游到下游去。走。酒啊！走。张鹏鹏是不会水的。 太子殿下，我等刚刚又制服2个刺客，还请殿下速速随我们回去。这个地方不安全，刺客随时有可能第2次偷袭。张鹏鹏，张鹏鹏！你是喜欢温润如玉、成熟稳重，还是喜欢浪漫洒脱、年少英俊？其实喜欢什么样的人呢，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，那个人是谁。不喝老酒，谁更讨你们的欢心？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抱紧你的体温，我心跳都活泼。 把这条河狗收遍了。是。别跟着我，你们去那边搜，我往那边搜。是。
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太子妃了。张婆婆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你不准死，我不准你死。再次泛起漩涡，让我太无可奈何，让我怯懦。这里总算是安全了。哎，醒醒！哎呀，醒醒！哎，不会是让老子做人工呼吸吧？不行，我得看看他是不是装的。傻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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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有美女穿比基尼！下班了，下班了！哎，她那是真晕了。看在你救过老子的份上，老子的基友处啊，献给你了。亲就亲嘛，伸什么舌头啊？迷迷糊糊之中，好像感觉嘴里有什么异物。我看咱们俩这个样子，怕是不能继续走了，得找个隐蔽点的地方。我们找个山林吧，先缓一缓，恢复元气了再想办法。嗯，好。走，慢点啊！刚才是谁说水性好的？刚才在水里，手臂突然使不上力气了。谢谢你。我不忍心看你受伤。一瞬间，风吹过胸口，才发现你不在我怀中。以前你总会紧紧抱着我，笑着说，暖得像是喝了酒。10000年只是句形容，我懂。疼吗？只有听过的人才心动。以后你会握着谁的手不放松？回忆的钟摇摆着我的伤痛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裂出一道缺口，让思念自由凝视你的举动。再也没有人像我把温柔写在了眼中，望着你成一首反复的情歌。以前的以后，时间缝合一道伤口，2秒针停留在爱着的时候。
再不去计算太多，虚构出我们的时空，一切留在美好的那刻不走，爱是我的被动。鹏鹏，鹏鹏，鹏鹏。你快醒醒啊！你不是号称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吗？你如果就这么死了，后宫的那些宫女们也都别活了。鹏鹏，危险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鹏鹏，齐胜不仅设计害我，遇刺时他也冷眼旁观。九王却舍我救我，由此看来，九王才更值得信任。要是能逃过这一劫，九王的提议倒是可以考虑。关键是他要先醒过来呀！兄弟，你快醒醒啊！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救我，但是今天你为兄弟我两肋插刀，这让我很感动。你要是能挺过这一次，今后我没准就和你穿一条裤子了。